这个男人原本是全校的骄傲，但却因为膝盖受伤，棒球梦破碎。心中烦闷的他坐在天台上，警方和救护人员都在下面乱作一团。新春也因为他的闹剧没有办法按时放学。新春走上天台，坐在一旁开导鼓励他，并向他伸出手。男人也决定重新燃起对生活的希望，不料新春却果断地将他推了下去。男人坠落在气垫上，心中却悸动不已，走向新春，提出我们交往吧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由韩孝周和朴炯植主演的惊悚悬疑新剧《幸福》。该剧是以新冠疫情结束的近未来为背景，在新型感染病、狂人病流行的假设下，直接展现末日下人类的欲望和恐怖。12年后，新春成为一名特警，将一名伤员搀扶到房间，命令培训生尽快开展治疗。培训生面对这起突然的事故，紧张得不知所措。不料这只是一场急救演习，培训生因为胆子小、判断能力慢，被新春判定为不合格。此时，一间旅馆内，房间里不断传出诡异的撞击声。前台前去查看，里面却并没有回应，只好拿出钥匙打开门，却被里面的人一把拉了进去。随后里面传出怪异的声响。以贤也成为一名刑警，来到旅馆调查这起杀人案件。走进屋内，一片狼藉，受害者死状凄惨，尸体被衣服盖住，监控并没有拍到凶手逃离的画面。以贤似乎想到了什么，在房间内四处寻找，在床底下发现了满脸血迹、神情恍惚的凶手。以贤询问他作案的凶器在哪，凶手只是说当时有点口渴，随后不断拿毛巾擦拭嘴上的血迹。以贤察觉到异常，撬开他的嘴巴，震惊发现受害者竟是被他活活咬死的。新春在和盛荣用餐时收到内部短信，只要符合条件，就有3户警察家属能得到特供公寓。此时新春接到了以贤的电话，他从凶手口中得知他是服用了药物才导致出现幻觉，而药物是从培训生那得到的。新春前来寻找培训生，眼前出现的一幕却十分诡异，盛荣也一同前来查看。新春只好破门而入，但培训生似乎失去意识，瞳孔涣散，身体扭曲，满脸血迹朝新春扑来。新春只好朝他开枪，培训生仿佛感觉不到疼痛，再次扑向新春。盛荣从旁协助才勉强将他制服。新春让盛荣先带伤员出去，随后再度朝培训生开枪，趁他受伤倒地，将他关在房内。培训生拼命拿头撞着门，新春让盛荣先带伤员去救治。突然听到屋内传出凄厉的惨叫声，培训生不断地向他求救。新春试探性地打开门，培训生似乎恢复了意识。此时救援人员也赶到。洗手间内，新春拨通以贤的电话，质问他这匪夷所思的状况，责怪他不提醒自己案件的凶险。新春这才发现手掌上的伤痕是刚刚2人缠斗时被抓伤的。此时一位眼镜男带着士兵们前来视察现场，吩咐士兵们带走感染的培训生后找到新春，因为他刚刚接触了感染者，所以需要将他带走检查。眼镜男听到电话那头以贤的声音，拿起新春的电话，表明自己是重案组的韩警官，新春现在需要隔离调查，之后会与他联系，随即挂断了电话，并让新春上交枪支协助调查。韩警官警告盛荣，刚刚发生的事件必须严密保守，绝对不能泄露出去。韩警官没收了新春的手机。此时以贤打来电话，韩警官告知他，因为新春和感染者有接触，所以要被带走调查隔离。以贤猜到是培训生引发的事件，也和他调查的命案有关。韩警官听到他的话，动身前往警署。韩警官赶到警署，吩咐士兵们将凶手也带走。韩警官告知他们，只要被感染者咬到，就一定会被感染。以贤告知他，凶手主张是吃了药才导致幻觉。韩警官让他找到药物再与他联系。以贤让班长给凶手做违禁药物检测，并给他一个号码，让他帮忙追踪号码的位置。随即他来到命案现场四处翻找，终于在床边找到一枚蓝色的药丸。此时接到班长的电话，告知他并没有检测出违禁药品，猜测应该是传染病导致的发狂。以贤来到棒球学院，找到多年的好友，拜托他调查药物的来源。与此同时，新春被带到一所看守严密的地方，在这里接受了全面的身体检查。新春询问韩警官，他是否也会变成培训生那样，随即在中尉面前装作发狂的样子。中尉对他的捉弄深感无语，随即扯下他伤口附近的皮肉用来化验。韩警官让新春陈述今天发生的事情。新春当时看到培训生在攻击同僚，便上前制止，但培训生看起来瞳孔涣散，神志不清，像个没有意识的禽兽一样，只想咬人，就算中枪了也感觉不到疼痛，猜测是类似狂犬病的疾病。韩警官让新春在此安心隔离，他的手机也放在房间内了。睡梦中的以贤接到了新春的电话，得知新春的状况，让他安心在那休养，自己一定会抓到犯人。新春想要开门出去，却发现门被反锁了，看着镜子检查自己是否有什么变化，突然发现什么似的，将墙上的贴纸撕下，一团血迹赫然出现。这时四周都传来怪异的声响，新春推开窗，诡异的撞击声更是此起彼伏。原来这里关押着众多感染者，韩警官通过监控观察着他们的状况，
韩警官看着新春的人事档案，陷入沉思。次日清晨，以贤好友终于查询到药物的来源。这颗蓝色药丸原本是为了抵御新冠制造出来的，但因为副作用太大就被禁止了。以贤试探性地询问好友，如果这种药丸会引起狂犬病之类的疾病，事情会怎样发展呢？好友告知他，这个药物比想象中扩散得更厉害。以贤忍不住叹气。回到警署，班长已经查到了号码的位置，告知以贤那是一所三流大学。隔离所内，新春刚刚醒来，中尉便让他准备重新接受检查。新春看着其他的房间，猜测这里还有很多感染者。突然看到一间房间没关门，培训生就在其中。新春不顾中尉的劝阻，执意进去，并用凳子将门抵住，询问培训生是否还记得那天发生的事情。看着他神情紧张，察觉到他还清晰地记得发生的一切。中尉劝诫新春不要靠近培训生，他现在非常危险。新春却并不在意，不断逼问培训生为何会变成这样。培训生提出想喝水，随后便昏睡了过去。新春想要唤醒他，不料他突然发狂，再次扑向新春。幸得士兵们及时赶到，破门而入，才将他制服。新春看着心电图的变化，还有培训生疯魔的样子，发现房间内四处都是监控。惊魂未定的新春看着监控，质问韩警官是否正看着这一切。以贤驾车赶到那所学校，但是门口重兵把守。从士兵口中得知这所学校已被军队征用。以贤出示他的警官证，但因为这里是军事基地，不能让他进去。以贤只好让士兵向韩警官转达，他让自己找到药已经找到了。韩警官吩咐士兵放行。新春前来质问韩警官是否是他策划两人见面。韩警官表示只是想知道他什么时候口渴。感染者发作后就会失去理性，一心只想咬人，频繁感到严重的口干舌燥，就算恢复清醒后也会反复感到口渴。新春还发现他发作时心跳变慢，并且不会感到痛苦，伤口也恢复得很快。韩警官担心会引起人们的恐慌，所以只能将此事保密，并且在低温的情况下发病的速度会变慢。因为新春的检查结果正常，只要他签署保密协议之后，每2周回到这里抽血检查，就可以离开这里了。新春向韩警官提出条件，让他将自己今年的工作评分加到最高，因为警署特工级警察的公寓需要靠分数来抽签。韩警官爽快地答应了他。新春带着桌上的早餐正准备离开，韩警官询问他是否有男朋友。新春直言两人的年龄差异太大了。韩警官摇摇头，告知他光靠评分是不够的，还需要符合其他条件。新春早就有了计划，决心获得特供公寓。新春找到中尉，却得知自己的衣服已经被销毁了。此时以贤走来关心他的状况，新春装作发狂的样子吓唬他。中尉见状，慌忙地抽出电棍，才意识到又是新春的玩笑。以贤让新春再次等待一会，他找到韩警官，将药物扔给他。韩警官看着药物若有所思。新春看着向自己走来的以贤，似乎想到了什么，得知他并没有交往的对象，也并不打呼噜磨牙，提出我们结婚吧。以贤回想到12年前，他曾向新春告白，却被他毫不犹豫拒绝，以为这又是新春的玩笑。新春却说他是真心的。本集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新春与以贤还将遭遇怎样的危机？我们下集不见不散。